揾一間合適自己嘅樓咧，真係唔容易啊！呢半年時間咧，我自己睇咗二手樓啦，同埋新樓啦，都未揾到啱心水嘅喎。二手樓嘅話咧，實用率啦得個80%，加上咧小區大概響10年左右嘅時間，園林綠化啦，同埋早期嘅車位配比唔夠咧，我自己都唔會考慮啦。咁由於今日咧同個朋友剛好嚟到我哋裕豐名門呢度睇咗一間129平方咧。我終於感覺到，解放啦，揾到自己中意嘅樓啦！呢個單位咧係3+1個戶型喎，而且係 LDKG 一體嘅設計。其實呢個英文咧我都唔知係咩嚟㗎，就係廚房啦、餐廳啦，同埋我哋嘅客廳一體。呢個空間感咧真係好舒服。重點係南向嘅喎，睇住小區嘅園林咧，而且佢係即買樓、即交樓，同埋即時可以入住啦，亦都係符合我自己嘅要求㗎。重點係咧，呢度返工我自己都好方便啊！一路之隔就係珠海啦。咁我平時樓下就坐公交車2個站到自己返工嘅地方啦喎。平時啲朋友喺澳門過嚟探我咧，都係好容易㗎，有拱北嘅直達巴士喎。而且咧返香港嘅話，都有香港嘅直達巴士，40分鐘可以返到東涌機場啊！所以咁方便嘅位置咧，我自己果斷入手啦。如果你哋對呢個單位感興趣，或者係想揾個3+1戶型嘅話咧，我都可以分享到呢個戶型俾到你㗎喎。